大家好嗱，咁啊前幾集老龍嗰集咧，咁我就提到咧，就話我係透過搭唔同嘅巴士去發掘唔同嘅路啦，類似呢個意思啊。係啦，咁啊，所以今日嚟分享一下咧，我細個我係點樣去搭車法啦吓。係啦，咁啊講緊細到你當係小學嗰啲階段啦，係啦，咁你知佢小學咁你都係10歲到嘅啫，係啊，咁啊10歲就係、你可以叫係我屋企人帶我啦，亦都可以當係我帶我屋企人啦，即係好簡單。我今日想搭到去邊咁，我未扯住我屋企人咁，咪搭到去邊咯。係啦，咁啊以前咧，我就大家知我最中意搭咩路線？係啦，小學嗰時，我而家諗翻起咧，就其實嗰時咧最中意搭咧就係大西北去觀塘嗰啲，係啦，即係嗰4架。係啦，依家就5架啦吓，即係258D、259D、268C、269C，唔知點解一定係呢4架，即係呢四架一定係首選嘅。咁咩次選咧？次選就可能係269D、263，跟住或者係油尖旺嗰啲咧，我就反而就唔算，即係個優先次序唔係話好高，即係總之優先次序一定係東九龍，跟住就係、仲要個 D 啦，跟住沙田，跟住油尖旺。我以前就好少過海，就好少過海。我唔點解話唔中意過海咧？以前可能覺得悶咯吓，即係你過海，或者可能我自己我唔係好熟路啦過海。咁嗰次細個就比較少過海，但係以前過海咧就會搭102咯。以前就搭過幾次102，我印象中係啦，因為你方便啊嘛，你美孚去到筲箕灣，同埋港島嗰段夠長啊嘛，係啦，咁其實就類似係用啲方法嚟認路咁樣啦吓。咁啊，以前點解會鍾情去大西北咧？其實以前最中意其實如果你要細緻啲分咧，係259D 第一，跟住就係258D，即係。呢兩架一定係優先過268C、269C，因為點解咧？因為行屯公咯，就因為佢行屯公噶嘛。屯公加老龍呢個組合，你已經係你第一選擇啦。屯公加老龍，定係屯公加西隧啊？咁梗係屯公加老龍啦，係咪？咁啊，以前咧259D咧就。個站唔係叫鯉魚門村嘅，叫欣榮街嘅，好似係街邊檔嚟嘅，即係我俗稱叫街邊檔啦，即係冇一個總站嘅，純粹係街邊咁樣整支波板糖咁啊當總站嗰啲，我俗稱叫街邊檔啦，即係等同於依家你鰂魚涌嗰啲上下環嗰啲啫嘛，嗰啲我咪俗稱叫街邊檔咯。以前就欣榮街就應該係街邊檔嚟，但我印象中我好似冇乜點樣搭過去總站。係啦，咁所以但我想講咧，以前咧我就好中意搭去一個區，係啦，就係咩？就係天水圍。係啦，天水圍我又係唔知咩情有獨鍾，其實有古講嘅天水圍，因為點解咧？因為以前咧，其實首先咧第一樣嘢，天水圍就係佢天水圍公園，佢有個模型車，唔係遙控車嗰個場㗎嘛。佢有嗰個場啊嘛，咁即係以前我老豆就會帶我去嗰個場嗰度睇，每星期都會去一次，係啦，咁可能你會計數啦，咁你青衣去天水圍好似你聽落去唔係好拉更喎，你依家聽落去唔拉更，但係嗰時就拉更，因為點解咧？因為以前咧有條路線咧叫264M，264M 係邊咧？就係青衣機鐵去呢個天恩村，係啦，佢嗰個走法就係青衣啦，跟住就好似279X 咁樣就去到大欖隧道，應該行青衣西路，咁啊，總之就去到大欖隧道，跟住就行 N368下邊嗰條路啦，我唔知嗰條路，即係下邊嗰條路啊，即係唔係公路去到博愛，係行下邊嗰條路去到博愛。係啦，跟住就要轉一轉入去博愛啦，跟住大馬路啦，跟住一個 U turn，跟住咪聚星樓，跟住咪嗰啲啦，天耀天瑞，跟住佢就唔係就咁回旋處天恩嘅，佢係唔知邊度轉個右彎上一上去，唔知係咪上到最頂啊？上到最頂即係上到天恒咯。我唔知佢係咪上到最頂啊？總之上一上去，跟住就落翻去，係啦，即係你當佢係咁樣兜法啦，即係
你當係你當係咩咧？行天耀天瑞嘅269M 咯，你當啦嚇，大約啦，唔好記得，即係你要特登上網查翻先至，你先至查得到，係啦，總之大約就係咁樣行啦，係啦，咁所以你就會見到拉間喎，你一程車你可以去到天水圍公園，係啦，咁呢個就係當時嘅一個日常配置，但係當時咧。我老豆帶我就係去就係 264M 喎，但係如果我帶翻轉頭咧，就唔係 264M，就係搭咩？就係 251M。251M 就唔係依家 251M 啊，251M 依家係上村去荃鐵啊嘛。咁但係嗰時嘅 251M 係青衣機鐵，跟住楊屋道，跟住青山公路屯公，跟住屯公就去到大欖隧道，大欖隧道跟住佢就係、喺錦田嗰度唔知點樣行去上村，再去翻錦上路站嘅，係啦，嗰時係咁樣行嘅，有條叫 251M， 係啦，咁啊 251M 咧，因為點解可能你要諗嚇，咁你 251M 你行荃灣屯公先大欖隧道喎，咁點解你唔264M 直接大欖隧道？因為點啊？因為屯公啊嘛，因為就係屯公啊嘛。咁啊，同埋以前就，因為點解咧？仲有另外一個古仔嘅就係咧，因為你青衣啲線咧，你4字頭噶嘛，但係你好似搭啲外，即係我會叫外廠線啦嚇，即係你唔係青衣廠或者麗廠嘅線，你搭啲嗰啲元朗廠啊、上水廠嘅線，你好似勁抽啲，即係搭啲5字頭嗰啲啊。咁你搭啲5字頭嗰啲，你咪好似勁抽啲咁樣咯。即係其實就係呢一個來源啦，係啦，咁啊，總之就 251M 去到大欖隧道，跟住就轉嗰啲，你轉咩都得啦，你睇心情啦嚇。你 269C 又得，269 boy 唔269 boy 嗰時係咪全日啊？唔知啊。你269 boy 又得，669叉又得。有冇 265M 咧？冇咩印象，係啦。同埋點解要天水圍咧？我想講一講。我嗰時咧，我曾幾何時即係。你就會知我熟香港即係有巴士嘅路，我越熟咧，嗰個來源就係咁樣咯。但我想講，有一次我想搭一條路線，我揾佢嗰個總站，揾到真係豬兜啊嘛！因為嗰時你冇智能電話啊嘛，你冇智能電話咁你咪點講啊？你冇智能電話你咪要靠嗰啲紙本嗰啲地圖咯。係啦，咁嗰時喺屋企睇完嗰本地圖，過咗唔知幾多年期嘅地圖。跟住你再去好似跟住你就要認住嗰個樣，跟住你就出街再去揾。咁嗰時咧，我就想搭一條線，一定要總站上嘅，係啦，唔可以第二個站上，一定要總站上。咁嗰時咧，我就好想搭一條路線，但係個總站咧揾咗最少1粒鐘，我帶住我阿媽揾咗，又未必有1粒鐘，但係半個鐘一定有。大家知唔知邊條線？邊個總站？我而家諗翻起點解嗰時會咁傻，不過你要套用翻嗰個年代10幾年前，邊個總站咧？邊條線咧？係啦，我就好想搭一次嗰條線。嗰條線咧就係叫265 boy。點解會想搭265 boy 咧？大家覺得我係揾唔到天恒啦，定係揾唔到柏景灣？係啦，你估下，不過好易估嘅。你覺得邊個站難揾啲？即係你覺得以一個唔熟路嘅人嚟講，邊個站難揾啲？咁啊，即係我當時唔熟路啦嚇。點解會想搭265 boy 咧？就係呢條路線咧，我以前覺得啦，我以前喺長沙灣道嘅時候咧，會覺得，咦？我會覺得好似我會好想搭大西北嗰啲路線，我覺得好長途啊，因為點解？好簡單，如果我搭44。我喺葵涌，我喺荃灣路嗰度，我就落橋咯。我體驗唔到嗰種繼續行公路嘅感覺咯。即係我就好想無止境咁樣行公路，應該係咁樣講。我就想搭啲車去無止境咁樣行公路，即係你等同於424個理論噶嘛？係咩？我呈祥道就青山公路咁就完咗咯。喂，你嗰啲258D，你全程踩到去屯門噶咯，係咪？我就好想搭嗰種無止境嘅公路，係啦，咁同埋點解會265 boy 咧？就係咧，我覺得比較少路線咧，佢係用個 boy 字嘅，
係啦，比較少路線比較用過 boy 咧，多數係 X 啊、M 啊嗰啲會比較多啲啊嘛，你 boy 係比較少啲，咁就會純粹係同埋65呢個字咧都係比較咩啊？即係比較特別啲咯，因為你嗰啲68C、69C 啲68、69，但係零舍你呢架65喎，咁我咪咁樣搭下咯。同埋咩？同埋你知啊，咩天水圍嗰啲路線，你10架有9架都係，即係唔係10架有9架，即係你多數都行天，即係聚星樓天耀天瑞嗰個經典走法啊嘛。啊，你架265波，你第一個路口右轉嘅，好奇心未嚟咯。對應翻我老龍嗰集個好奇心啊嘛。啊，點解你呢架車你會轉彎嘅？我就好想搭一次嗰一架265波。咁嗰時咧就唔知點樣就去到奧運站嗰度啦。旺角柏景灣，我嗰時係點解會揾唔到咧？就係嗰時行咗去奧運站嗰邊，因為嗰度都係巴士總站嚟啊嘛。咁啊又見到個265 boy，但係佢又唔係總站。唉，跟住我唔知最尾係點樣行啊，行咗一輪，跟住就喺地面柏景灣個入口嗰度，唔知點解就行到入去啦。就係一個咁樣嘅一個經過啦，真係揾得好辛苦嗰次。但係你一上車嗰刻咧，你就會覺得終於搞掂，係啦，就會終於搞掂。好啦，講完呢個265波嘅故事，大家你會唔會有另外一個感覺就係，咁你搭嗰啲車，你係聚星樓天盛苑，係咪叫天盛苑啊？係啦，咁你聚星樓天耀天瑞啊，咁啊你265波嘅第一個路口右轉，咁你其實天水圍仲有另外一個走法嘅喎，係啦，即係如果你住喺天水圍嗰啲，或者你熟路你就知，係咯，咁你天水圍入，即係你出邊嗰啲，你入天水圍啲巴士有3條走法噶嘛，你265 boy 係一條啦，跟住你69X 係一條啦，仲有另一條係叫265M 啊嘛，仲有另一條走法叫967啊嘛，就係上橋嘅，係啦，即係就係上橋嘅，但係其實當時咧，我都好想搭一次上橋嘅，但係嗰時有冇265M 咧，我就唔係好有印象，係啦。但我知967係上橋嘅，但係你知啦，咁啊967咧，因為你過海啊嘛。但係咧，以前咧我就搭過幾次969，我就搭過幾次969嘅，搭得好爽。以前啲司機揸得快啲，係啦。咁啊，以前969我搭過幾次。967我就未搭過，係因為你知啦，咁我都係天耀天瑞嗰啲啊嘛，咁你967你行上面噶嘛，係咪？咁所以就這個咁嘅分享咯。但係嗰時咧搭車主要啦，都係圍繞住嗰啲大西北嘅，基本上大西北嗰啲咧，你噏得出嗰啲我都搭過晒噶啦。係咯，我中學之前嗰啲路線全部搭過晒嘅，大西北純大西北啊！基本上多數搭過晒，但係咧有啲地區我係未開發，例如係將軍澳，例如係秀茂坪呢啲地方，我真係去到最少2020年啦，我先至知呢啲地方係點樣嘅。2020年、2021，我先至知呢啲地方係點樣，或者係嗰啲山上面嗰啲啦，秀茂坪咁嘅4順嗰啲。我以前唔知係咩嚟嘅，係啦，咁啊包括埋港島嗰啲啦嚇，即係你個數碼港，我都係第一次拍970X，我先至去過，唔係970啊，我先至第一次去到數碼港咁嘛。970定970X咧，就求其一架啦嚇，唔好記得邊架咧？係唔知970X啊，數碼港係咯，我先至第一次去過數碼港，係啦，咁啊仲有其他嗰啲咩華富村有啲咩睇 UFO 嗰啲。我都係嗰時我先至去過，以前細個都未去過。至於以前好簡單，全部大西北係啦，即係大西北、油尖旺、大西北、東九龍、大西北邊度，但係一定唔會係大西北去葵芳嗰啲，因為太短啊嘛，太短啦，你搭嚟，真係。但我想講樣嘢咧，以前咧其中個組合咧就係中意咧星期六上午油尖旺去大西北呢個組合擺到去依家都係無敵，即係咩？即係好似你可能你8點9點星期六8點9點
10點都勉強可以。你試下喺深水埗啊，即係你長沙灣遊樂場嗰個集中地啊，長沙灣遊樂場見到邊架大西北就上邊架，係啦，最好就係58叉、59叉嗰啲咯，60叉都可以嘅，即係呢啲咯，或者不過我以前我就唔係好中意元朗嘅，因為悶啲咯，因為元朗你行大欖隧道啊嘛，即係68X，不過68X以前都係經典係啦，即係你問我最經典嘅路線68X。係以前嘅68X啊，即係紅園路，即係而家嗰啲上環線咩960X 嗰度，即係總之洪水橋跟住大馬路，跟住就美孚鏟到去西九龍站，即係依家嘅西九龍站啊嚇。總之好簡單，你美孚落到底嘅一定勁，係啦，美孚落到底，因為依家你斬開兩半啊嘛。依家美孚柏徑灣，跟住旺角西九龍啊，係啦。依家有咩線係直落啊？234X 咯，234X 又真係落到底啦。美孚落到去下邊太空館，唉，係咁多。